好啦，咁啊嚟到第28題啦。28題就話左邊呢個箱咧有5個卡牌，1、2、3、4、5，右邊呢個箱咧有4個卡牌，6、7、8、9。咁啊兩個各抽一次出嚟啦，同埋各抽一張出嚟啦。咁就問你兩個數字乘埋除得盡4嘅概率係幾多？除得盡4嘅概率係幾多？咁啊逐個試噶咯噃。咁我哋話逐個試啦，16啊。16、17、18、19、26、27、28、29、36、37、38、39、46、47、48、49同埋56、57、58、59。嗱呢個咧，如果你唔 sure 嘅話咧，逐個列出嚟，然後逐個乘埋。呢個乘埋咧就係6啦、7啦、8啦、9、26、12、27、14、28、16、29、18、36、18、37、21、38、24、39、27、46、24、47、28、48、32、49、36、56、20、55、6中35、7、35、58中40、59、45咁樣。好啦，咁嚟到呢個時間咧，睇下邊個除得盡4啦，有1個啦、2個啦、3個啦。跟住4個啦、5個啦、6個啦、7個、8個，仲有冇啊？9個，有9個。咁呢度咧 total 咧就係有4乘5咁多嘅組合嘅。咁啊答案咧就係呢個 total 有9個啦，9除20咯。答案就係 D 啦。